观众朋友，今日个项目分享事款福起来，我阿明哥刘孝明。1年100六队运动会又开始诶，今年是第59届，睇我哋咧3月9號、3月10號睇聯絡國中、聯絡國小嚟辦理。我哋常常要用前後左右從前鋒嘅關係，向下來辦理我哋嘅6隊運動會。啊，今年係第59屆，係我哋聯絡鄉公所來辦理。嗰時我今日我哋有請到係聯絡鄉公所嘅民政科嘅科長馮連志來到我現場，同我哋分享一下第59屆嘅6隊運動會。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我哋嘅科長來到現場。科長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聯絡鄉公所民政科長馮連志，今日各位歡喜來參加呢個節目。嚟，科長今日分享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哋分享今年嘅6隊運動會啦，嗬。咁係唔係睇我哋嘅節目一開始嘅時候，同我哋觀眾朋友係睇有同我紹介一下講，做乜嘅會有6隊運動會啊？6隊運動會呢，伊吼其實吼伊嘅起源係安尼啦，因為6隊吼係伊哋我哋嘅客家嘅民兵嘅組織，頭擺係安尼，因為我哋可以抵抗外來嘅侵略，所以我哋有鄉親咧自發性組織伊咧民兵組織吼。啊，6隊運動會咧，如果我哋嘅鄉親吼，為了要紀念我哋以前嗰個先民吼，三芒大兵啊個抵禦外侮嘅精神吼，所以咧透過我哋嘅運動競賽吼，來強健身體啊，就吼啊，各位希望來紀念伊呢吼，對抵抗外侮嘅精神，各位一方面吼，團結我哋客家族群嘅團結嘅精神。但如果我哋以前嘅歷史上嘛，因為我哋歷史第100主義歸時間嘅時間，我哋都可以有得起揚。好咧，一直到林爽文事件嘅時候，嗰時間都係有我哋見到6隊嘅一啲形成。但是因為長期以來，我哋客家尤其係南部嘅我哋客家種地方，長期以來如果講我哋附近嘅族群地方會有衝突，好，嗰時想講，我哋係咪平常時？我哋都可以聯合起來，睇下你算是用教嘅嘛好，用比賽嘅嘛好，睇下你用一種方法可以幫我哋一啲平常會用到嘅嗰種技巧，好去訓練下來，然後平常嘅比賽，好睇下你目標係，我哋可能會有安尼衝突嘅出現。嗰時像我哋6隊運動會，伊也本身地方其實係包含到有啲歷史嘅演變地方，我哋會讀到一些事情。咁按你嚟講來講，我哋6隊運動會已經都更加差唔多1多年啦嘛。6隊運動會吼，盼到今年吼已經係第59屆，吼那59屆以來吼，伊開始嘅時節吼，嗰種係民國咧1947年啦，有咧6隊愛國聯誼會嘅成立。啊，等到1948年吼，也係民國38年嘅時節，伊都開始吼講我辦理啊6隊運動會，啊結果受到我哋6隊地區嘅鄉親吼，他感人嘅熱烈嘅歡迎啦吼。啊，都慢慢的，伊都舉辦嘅體育競賽吼，來一方面聯絡感情，一方面強壯身體安尼啦吼。啊，不過吼，個時節因為個時事嘅關係吼，可能民國49年開始好像有戒嚴時期了，所以6隊運動會都有停辦。啊，停辦以後吼，又慢慢的辦。我記得吼，我完事嘅時節，我哋個總督嘅寫來嘅，因為差唔多係公園邊嘅時節，如果他個人講我去參加6隊運動會，啊，我個時節完事，我唔知個係乜個意思。啊，一出頭啊，個台嘅吼，好像是伊中間有一段時間吼，嗰種個沒落，個無人主持嘿。啊，等到嗰種客家委員會成立以後，伊呢感覺愛屯也嘅6隊嘅精神吼，再度嘅發揚，所以慢慢的，個6隊運動會吼又再度的再辦起來了。啊，輪到我哋辦嘅時候已經係第59屆嘅，嘿。咁我哋聯絡呢，因為我哋係因為伊係用隊來輪流嘅嘛，吼。啊，我哋前隊因為有2個鄉鎮，伊咧都係我哋從此鄉，伊咧聯絡鄉，所以我哋因為6隊嘅話係，他趕緊係6年辦一次，睇我哋聯絡個鐵壁，我哋要12年能辦一次，所以吼我哋聯絡鄉嘅鄉親吼，他趕緊都幾歡喜，也排
期盼也6队运动会。嘿，真是无简单吼，因为譬如讲，譬如一队，譬如讲啊，尼普诶，吼，后队的班啊，领导啊，等那时候就尼普的一天班，但是都是些领导啊的前队的时间，因为前队有联络嘛，吼，同重置，嗰时今也体验的6年的时间都可能联络，下一年的时间都系重置，吼，嗰时等到联络到下一摆的时候都已经12年了，嗰时等于讲今年第59届6队运动会的联络来讲的话，对联络来讲，还是一个国泰的事情呢。系哦，系哦，当然佢係國泰嘅事情咯，所以吼，我哋嗰做嘅時間都同人哋向前講嘅吼，講人哋期盼下6隊運動會12年啊辦一擺，啊我哋希望我哋向前吼，他緊要來參與啊運動會，希望我哋可以辦咧，我哋農業啊，佢本他緊要用嘢啊稱讚，講我哋聯絡嘅吼，他緊要共下來辦下運動會，辦得佢好。譬如講，嗰時陣我哋呢部國中啊，有台灣人係對慢慢來讀書嘅，但是6隊運動會嘅時陣都冇共樣嘅哦，我哋都貴起慢慢，我哋喺慢慢對嘅哦，然後我哋咪呢部對哦。嗰時嗰時陣啊，吼對我哋呢村莊地方人來講，6隊運動會真是係一個算是我哋聯絡他人感情嘅一個最重要嘅發通。還有一件事情講啊，譬如講慢慢嚟做時，哇，全部人都叫佢慢慢。竟然提聯絡，好，我哋羨慕一件事情，因為聯絡算是地主啦，哈，跟係地主，地主一定要有自家嘅特色，因為12年啦，提擺提聯絡嘅嘛，嗰時你提得同我以前都提講，竟然係啲聯絡盤哦，嗰時我哋按樣係對外面人都講啊，我哋看得到竟然係盤理嘅方法，我都講，看樣我都啲竟然係聯絡盤。看用我哋聯絡牌號，我哋可以看一下我哋吼，看到我哋嘅前面有一個，我哋主視覺哈，大家有看到哈，你看到一個個槍死嘅頭哈，係死哦，佢唔係死嘅頭，佢唔係死嘅頭，佢係麒麟頭啊哈，麒麟嘅頭哈，總把我哋用呀麒麟嘅頭哈嚟做我哋一個主視覺嘅發想哈。唐講啦哈，唐講以前清朝嘅時代啦哈，佢啊哈，佢我哋先民哈喺開墾嘅時節，行到聯絡嘅時節哈。有看到嘅麒麟吼，喺我哋嘅聯絡更加所在吼係死死啦。啊死死嘅時候，你如果哦嘅麒麟嗰種我哋快樂嘅樣嘅，都看到麟樂莊，就是麟樂莊係咪哈？啊後來呢，要改名變咧麟樂莊啦哈。啊我哋原來哈麟樂哈，伊係隸屬於長治鄉嘅。啊民國40年嘅時節哈，我哋本鄉，所以我哋獨立變成那個麟樂鄉啊，所以我哋都用我哋聯絡吼，用麒麟頭吼來做我哋主視覺發想吼，希望吼我哋嘅，他假如一看到有主視覺啊，你看到6隊用59屆6隊運動會都係聯絡期盼，係冇唔錯，因為其實吼聯絡除咗頭我哋咧課上講嘅故事以外，嗰種即係喺宿舍聯絡嘅人都提過，佢聯絡嘅村莊啊吼，你用麒麟嘅名啊，乜嘅連當啦、連台啦、吼連字啦，吼，都真係都同聯絡你講麒麟也係有關係。嗰時我哋咧 logo 用喺啲麒麟嘅樣，我都同他人講，今年第59屆嘅6隊運動會，如果睇咧。連麒麟如果過快樂嘅地方嚟攀，但是係踢足吧有踢嘢的優勢啊！因為同我哋冇提到，譬如講我哋攀奧運嘅時間，地主隊，如果唔是一參加，都一天可以打入決賽，但是今年聯絡咯，而家聯絡有乜嘅？有講地主嘅優勢嘅嘛？嘅地主嘅優勢嘅部分吼，他個人吼，我講我唔知他個人點冇啦，啊唔過我哋聯絡人吼，他個人都提講我哋軟網啊。非常的有競爭的優勢啦，因為我哋領導哈，對以前開始哈，唔係用我哋嘅就是我哋嘅領導向嘅鄉親哈，尤其係男生哦，他們很喜歡打網球啊，所以哈，伊哋都該做時都開始打網球，啊，以前嗰軟網嘛，軟網硬網嘛，啊，我哋領導嘅軟網哈，非常的有名，嘅成績啷貴好，我哋出過多嘅亞運嘅金牌選手哦，所以因為有我哋競爭優勢，所以今年哈。我哋除了硬式網球以外，我哋同嘅軟網哈，也把它納入在我們那個比賽的那個項目之一。一等於如果講啊，哈，如果把金牌留喺聯絡哈，因為真是從聯絡來講嘅話，頭同人哋課上有講到講啊，等等軟式網球，好，但是其實聯絡有幾多嘅運動健將全部睇聯絡。
像我自家的阿姨吼，伊自家都三铁一个运动健将，伊嘛喺联络人吼，嗰种经验毋伫我哋比赛嘛吼，嗰种像安尼，唔单止讲唔得村庄地位，如果要运动的啲能力，同时嘛可以带动全部人来看于运动，为了比赛。做乜人講？因為人哋呢輩好，我哋會打嘅羽毛球嘛。係。啊，嗰時就都想講，哎，我哋明年咧參加6隊運動會啊，嗰種今年都開始集訓。都變成講，為到愛參加呢啲運動會，他個人都開始去練習。但係都慢慢嚟，都變成村莊地方，呢種運動嘅風氣都帶上來。可是我哋講，其實我哋6隊運動會有一啲我哋講太湖山下嘅四奧運嘛，啊，其實同樣今年2024年嘛係。巴黎奧運的一個日咧，咁像我哋兩個拄強下，睇今年的59屆6隊運動會地方有乜個特別的安排？特別的安排吼，我哋啲吼嘅6隊運動會吼，已經加攏愛團嘅國際接軌啦吼，所以呢，我哋呢第59屆6隊運動會吼，我哋由於項路係團國際接軌，都係嘅霹靂舞，霹靂舞嘅項目吼，因為霹靂舞喺啲2024年開始納入嘅巴黎嘅奧運嘅項目之一啦，吼，比賽項目之一。啊，我哋6隊運動會吼，其實吼，伊也唔係對今年開始納入啦，因為伊嘅腳步吼看得很遠，走得很快。其實去年呢，還前年都開始有誒，但是今年吼，我們還是把那個嘅霹靂舞吼也納入我們的競賽項目之一，安尼。係，因為今年2024年呢夏季嘅時節會有我哋呢奧運喺巴黎嘛，但是巴黎也辦法規特別如果有一啲霹靂舞，好，嗰時我今年我哋嘛睇我哋6隊運動會地方嘛有一啲霹靂舞嘅項目，所以以往霹靂舞嘅項目嚟講嘅話，睇下有演員講佢跳舞。佢唔係比賽，佢其實係一啲幾珍貴嘅一啲運動，有自家嘅一啲比賽嘅規則。咁從營養嚟講嘅話，其實我頭到一開始就講，今年嘅嗰種比賽嘅場地係用聯絡國種同聯絡國手。咁一般做乜按貼係用嗰種雙場地嘅方式嚟辦咯？我哋場地吼冇法度像去年嘅係萬國種，因為佢嘅操場吼，因為400公尺。啊，我哋聯絡國種人200公尺，啊，所以無法度安尼吼，啊，所以我哋都只好來到本禮拜都講聯絡國種同聯絡國手兩個場地來進行安尼各項嘅運動嘅競賽啦，吼，啊，聯絡國種呢，我哋都開閉幕典禮都係聯絡國種，吼，啊，個嘅民俗體育競賽啦、博弈遊戲啊，都係，啊，所有的田賽競賽啊，都係聯絡國手。因為聯絡國手吼，伊能夠多整修伊個 PU 跑道啊，比較適合田賽競賽，所以都分兩個地方來舉辦我哋6隊運動會安尼。嗰陣我哋咧課中有講到講也擺59屆6隊運動會嘅聯絡時係分兩個無共樣嘅場地來辦理，但是兩個場地又無共樣嘅伊啲辦理嘅內容，啊內容係樣咯，休息下喎，我哋會同講。翻過來，復起來，上個節目，我哋來自聯絡鄉公所民政科科長馮林志科長來到我現場，同我分享講，喺今年嘅第59屆6隊運動會喺3月9號、10號，喺聯絡國種、聯絡國手辦理嘅運動會，而慶陽嘅辦理，同時也有內容係乜嘅？我想請問一下科長嗬，因為頭頭已經有講到講今年有兩個目標嘅場地嘛，嗬。啊頭頭唔係太有講一下，喺聯絡國種嘅場地辦乜嘅，聯絡國手嘅場地辦乜嘅。咁係咪同人哋觀眾朋友太有去了解一下講，今年嘅啲比賽項目地方，唔感覺到好特別嘅部分好冇？我哋嘅6隊59屆6隊運動會嗬，喺3月9號、10號舉辦嗬。但係在前一啲我哋都有一啲暖身嘅活動嘅啦嗬。譬如講我哋2月24有嘅客家6隊嘅全民馬拉松同幼兒滑步車嘅競賽。啊，我哋嘅6隊全民馬拉松呢，我哋有本42公里嘅全馬，咩有半馬。還有10公里組誒，還有5公里的快樂組也得哈。
安尼吼，除了台人参加6队运动会哦，安尼西人呢，毛病呢，就有一个表现的场所吼，安尼都上多，安尼用嘛个幼儿的滑步车哈，大概你应该有看过个幼儿的滑步车，也没脚踏板的啊。那我们有一个幼儿的滑步车竞赛，嘿也系我系2月24号举办。那也两个场地吼，拢系联络国手举办。咁从个马拉松来讲吧，其实也几年几多年会参加马拉松嘛，哈，可是变成每的地方攀的马拉松几乎都秒杀吧。嘿，大部分一开始路马拉松都俾人报名系的，但是有几多年冇办法走全马啦，冇路半马乜嘢的话，伊嘛可以参加5公里的欢乐组。嘿，5公里的欢乐组吼，安尼可以欢迎大家来参加吼。安尼吼，各什么项期吼，6队的什么项期吼，安尼无强迫选手讲一定要参加攀马，因为个一般的人吼，你无练的话，无法度参加呢。所以吼，唔过安尼囤个5公里的吼，纳入安尼竞赛的项目之一。安尼每一个项期每队吼，可以派5个世代的5个世妹的组成11人一队吼来比赛。也就吼，安尼有，因为安尼马拉松都有晶片嘛吼，安尼用个晶片来计算他个人的成绩安尼。对于我哋屏东来讲嘅话，我哋屏东有啲最有名嘅，我哋讲竞技滑轮啊。係。好，咁呢部分有邊個睇我哋6隊運動會地方？有哦，一擺吼，安尼有競速溜冰的項目吼。競速溜冰呢，安尼分用有分嘅國中組啦、高中組啦，然後國小組啦、社男組、社女組安尼啦吼。尤其喺安尼一擺啊吼，特別，因為以往嘅比賽吼，伊哋攏去專門那個溜冰競技場比賽。但係吼，安尼聯絡吼，因為冇溜冰競技場，安尼向總講呢，伊唔想講啊吼，安尼嘅比賽吼，譬如講慢慢攀嘅時候，伊係潮州攀嘅溜冰競技，屏東縣嗰種像潮州有安尼嘅個競技場。向總伊是希望講也起人喺安尼聯絡攀嘅6隊運動會，他希望吼所有嘅項目吼攏係聯絡舉辦啦。所以安尼他講伊都絞盡腦汁想啊，個安尼嘅技術委員會吼，伊哋個專業，伊都建議個無安尼來攀嘅公路賽，嘿，所以也係替擺嘅競技溜冰吼，係採公路賽嘅方式來進行啦吼。安尼嘅路程吼，都會對聯絡國手。開始到嘅聯絡嘅火車站，吼，安尼來回差唔多5公里啦。咁如果冇咯，個國社會小朋友，伊那有法度講溜安多咯，吼。咁安尼台飛呢，安尼有安排吼，嘅國社會小朋友吼，安尼先用車，填嚟再到嘅聯絡火車站，伊哋對聯絡火車站吼，再溜過來，安尼都是得咧，嘿，都安尼競速溜冰。雖然喺公路賽係創舉哦，唔過吼。對於我哋來講，我哋出賽要發揮到嘅精神，因為哦，我哋嘅技術委員會嘅專業老師有講哦，嘅路況吼唔可以有石頭，唔可以有乜嘅，所以我哋更加都係規劃講，我哋係咪要搶嘅呢掃街車，來去掃到鬼槍，希望我哋小朋友一定吼冇有受傷嘅情形發生。因為吼屏東嘅我哋講競技滑輪嘅部分哦，其實係真的是全國有名嘅，從亞擺睇亞運地擺吼，佢就得個金牌嘅吼，大部分都係屏東嘅選手。可是亞擺比賽來講嘅話，真係係替擺用公路嘅方法，我相信一定會想到幾多人來看，哦，因為真的是。我哋講有名嘅選手，大部分都喺屏東，而且剛剛有來參加，因為我哋6隊運動會嘅話，尤其喺睇我哋啲公路巷，尤其喺公路巷嘅話，哇，兩邊都可以看，兩邊都可以當然可以夾道歡呼啊！嗰啲鄉親可以喺嘅。對，但是主辦單位真係都上到勁嘅啦，真係嘅場地一定要維護嘅規劃，因為全部可能都係選手。來參加，可是喺中間呢啲場地嘅維護啦，無論啲嘅整備嘅時間，要花幾多嘅心思。錯㗎，伊包括嘅交通管制啦，吼，個路況啊，個槍嘛，要掃天嚟啊，要用嘅啲叉來掃嘅天嚟啊，個小朋友嘅安全，吼，佢哋我哋攞特別注意安尼，所以我哋要花幾多嘅精神來攀野競速溜冰嘅項目。一般來講，吼，我哋6隊運動會哦，除非我哋係幾專業嘅講，我哋講運動選手去比賽、運動項目以外，其實對我哋呢幾多位我哋呢體育賽事來講嘅話，尤其係我哋體育賽，伊幾商業嘅係乜嘢？八國寶啦，包括嗰度，從我哋傳統嘅體育民俗地方，咪有100睇59屆嘅6隊運動會地方。
有哦有哦，我哋但唔會變形個少哦。我哋一擺吼，我哋有啲民俗體育競賽，所謂嘅民俗體育競賽，都係我哋吼將以前吼客莊吼因嘅生活嘅情形吼變到伊咧人趣味競賽用嘅吼來比賽啦吼。啊，我哋今年有5項嘅民俗體育競賽，第一項都背鼓包吼，都八股包，啊，第二都開擔啊，按部開擔吼，我哋今年吼要特別變化一下。我哋開番薯，啊開到嘅終點嘅時候，摔番薯，用番薯摔番薯槍，摔番薯槍。啊，個我哋第三項，我哋話有一啲係殺蟲樂。以前啲人攏愛把個殺蟲去殺農藥嘛，噴藥嘅。啊，不過我哋唔係講噴物嘅啦，噴個紙條吼，把紙條噴斷，然後可以再返回來。啊，個還有一項係打頭夾，講諺語嚇。以前我哋會看到我哋要中體位嘛嚇，中體位可以打頭夾有啲工具啊，你打頭夾嚇，飛來飛，啊我哋都打頭魚係打起嚟。按如果即係講伊啲諺語，客家諺語嚇，安尼咱可以。嗰時入邊看風來，其實冇咁簡單嘅咧嚇，唔係講乜嘅八骨包、八個魚，安尼都一樣嘅，冇得講團錯結嚇，安尼睇下，我都冇想到講安尼而家打嗰種體位穿，伊話講諺語，嗰時變成講安尼咧內容變得個多樣一些咧。但係頭頭係要談到一啲規條，譬如講跌散戶，怎麼會跌散戶變比賽咯？哦，一擺吼，我哋本樣有團嘅傳統嘅博弈吼。納入我哋競賽項目之一啦，吼。乜講到傳統嘅博弈，以前啊，吼，我記得吼，萬世時節吼，我看到我哋阿婆啦、宋梅啦，一對呢閒嘅時節，我跌散戶。乜講到跌散戶，我記得用緊嘅銅錢吼，一疊疊嘅，也係一種嘅客家頭擺嘅嘅婦女吼，因為閒暇時間伊咧小賭博啦，啊，我哋感覺講也吼當神奇，啊講係。我哋提納入我哋嘅依啲傳統博弈，啊個另外一個都係擲象棋吼，擲象棋都係我哋以前公園嘅時節，嗰度啊上新聯絡莊那里鋪位啦，那如果有跟人擲象棋嘅吼，讓我哋嘛重回以前嘅記憶，把它納入，啊啲都蛤蟆拉怪，如果我哋有三項嘅傳統博弈競賽，我蹦出大家嘅回憶以前吼，萬世時節唔看到嘅客家嘅度休閒娛樂，安尼。對下。乜講到休閒娛樂，我哋以前啊吼是講，譬如講過年嘅時候，我記得萬歲嘅過年嘅時候可以啦嚇，你叫做乜公開賭博，後來講乜又唔可以嘅，咁個項目咯，你應該有個休閒娛樂遊戲選項目。我都想我一跌散戶，我一同伊擲上去都唔見了這個咯。哦，我哋也唔係真是賭博嘅啦，唔係真是賭博。可是冇真實的錢嘅。我哋我用籌碼，按部嘅係一種嘅，我哋係籌碼掟到最陽嘅時節，我哋要獎金。吼，所以唔係當場係嘅賭博啦，冇安尼事情。我哋看風來啊，吼，因為我感覺到也係咪有嗰種男唔平權嘅一種想法喺地方。一般來講，我話以前譬如八股包啦、團錯結啦，其實男人嗰度，嚇，而且八股包嗰種體力活啊，嗰時其實我感覺到嗰度嘅阿伯啦、嚇阿叔啦去比賽，但是跌散戶一片啊，吼，大部分都富人家填下嘅，好，我對佢講，我嗱你想講，也係咪當初係有一啲男女平權嘅想法嚟講，伊哋係我哋男人嗰擅長嘅伊啲嘅發通，都伊哋去參加。另外伊哋都有特別本嘅度愛富人家，伊哋自個嗰擅長嘅鋪方，去來本他揾嘅度研究。對於都講，唔講喺西拉來講，西摩來講，其實睇下擺59屆嘅六隊運動比例賽，你都可以簽到即個，佢上去教啊呢。錯㗎，都可以來教啊。咁一般嚟講嘅話，我用報名啊。報名後，我哋有呢啲系統啦，我哋吼一定吼，我哋都透過我用上期來主導呢個方式來報名，吼。啊，我哋有呢啲專屬的網站，啊，我哋報名已經結束嘅。今年吼，我哋報名嘅人數吼達到4000多人哦，比去年嘅又再多300人，所以我哋今年嘅參加嘅人數吼又再個多。等一下。你聯絡是按說，你都想同我講，其實人當一般人嘅嘢，佢參加都有4000人嘅，佢到時間聯絡按樣去消化，按多，譬如講仙書啦，講仙書都有4000人嘅嘢，咁我見面唔係仙書，我係仙書嘅朋友，我到時嘛一天冇去啊。可以來啊。係做乜？我說一天可能難得有啲機會可以去到聯絡
去老了，同时看我的绿队运动会。但是同时我想一件事情哦，甲实的地方一样的天啊，然后同时酷的看我的比赛里边蛮有天啊。从一种太细的事情哦，其实喺我哋常常去看到伊个运动会的时间，我哋会注意到嘅，除咗讲我哋去比赛嘅运动员以外，其实嗰度比赛运动员嘅乡亲啊、爸爸妈妈，其实会向我哋聊聊。今日59屆绿队运动会嘅联络都係準備好冇？休息一下，大家同我哋嘅科長同講哦。欢迎过来，福起来！上一套节目，我哋联络乡公所冯林志科长来到我哋现场，同我哋分享讲，一百天59届绿队运动会迪拜會有乜嘅比賽項目。我想請問一下，因為頭先我哋已經講到講，哇，一百有4000人嘅人報名，聯絡到1萬人嘅人，然後有4000人嘅選手哦。但是選手吧，有譬如講有朋友啦，也要親，也要嗰種家屬啦，吼，我去參加，嗰時對啊，差唔多我有5、6千人去。咁聯絡鄉公所同聯絡，人哋講聯絡總地方，我樣去接到到按多人咯，按那是的。哦。首先吼，我哋係個非常吼，因為我哋聯絡活動吼，而喺我哋可以講唔係我哋聯絡嘅時期啦，可以喺我哋聯絡嘅邊陲地帶嘅吼。啊，我哋為了安排一道選手嘅食的問題吼，我哋要規劃個有30檔嘅美食攤位。啊，美食攤位我哋會去遴選吼，講哪個有名嘅食的地方吼，邀請人嚟設攤。啊，個我哋還有吼，我哋地方什麼鄉企嘅地方嘅農特產產品吼，我哋咩邀請人嚟設攤吼，來介紹我哋嘅各鄉企嘅特產品來俾大家吼，一方面來促進人嘅商機啦吼，來俾大家然後攏有前瞻安尼。其實有幾年啦吼，我哋會發現到講，看運動會啊吼，比賽人係比賽人。哦，我哋嗰度看了啦，冇得講，我哋看好高嘅人其實咪幾多呢？尤其係我哋咧開閉幕啦，或者乜個選手之夜，啊一部分聯絡鄉公所有準備好。哦有哦，我哋吼貼拍為到我哋開閉幕吼，我哋有邀請伊啲專門嘅張秀蓮老師，因為張秀蓮老師呢，伊吼搞嘅生意呢，吼，伊參加嘅呢客家嘅比賽的吼，獲獎連連啊，啊所以我哋貼拍邀請伊吼，重金禮品哦來。設計我哋大會舞哈，然後還有閉幕的那個舞哈。那首先後我哋開幕的時間哈，有一個開場舞。開場舞呢，又會由我哋聯絡嘅哈36個社區嘅爸爸來參與哦。啊，人哋社區嘅爸爸哈，平常因為佢無閒呢，我上班一度哈，所以我哋更加攏開始用我哋利用暗晡頭嘅時間喺聯絡嘅時候練習。啊，個開場舞係練習乜嘅呢？我哋結合哈，因為2014年的奧運嘛，哈，啊，我哋結合6隊啊，我們是6個隊嘛，啊，奧運是5環，啊，我哋6隊有6環，我們就結合那個環哈，來表演舞蹈這樣子，啊，象徵我們是跟奧運哈有接軌的地方，安尼，嘿。那另外哈，我們還邀請了我們林洛的國小的小朋友哈，來跟我們的社區媽媽哈，向下來表演哈，啊就。表演節目，我哋更加嘛如火如荼去練習噃，哈！啊，另外還有個閉幕啊，哈！閉幕嘅時候都有一個閉幕舞，閉幕舞係由林洛國中的學生同我哋社區嘅媽媽向下表演，也係用個客家舞花概念來彰顯哈我哋客家一條精神，所以我哋鄉長呢都講啊，我哋都盡量拜託我哋鄉親來參與哈。所以唔講嚇，移民人哋崇拜嚇，晚晚嘅時候運動會時，我哋有一啲閉幕嘅時候有一啲交接嘛。嗰時交接嘅時候，你都有準備一啲舞蹈去把它迎回來。嗰時間我哋社區媽媽嚇都有去參加嘅。啊，人哋參加嘅時間嚇，開始練嘅時間嚇，抱怨連連啊，講哎呦，咁快跳用嘅，結果跳起嚟以後呢，邊咧講冇人嚟講，啊下次那叫還可以跳安尼。啊，人哋如果有興趣嘅啦，因為人哋感覺講係個客家嚇，面前表演吼，係一個幾難得嘅機會啊，所以你都幾有興趣嘅哦。啊，幾有興趣也擺好我哋在前面嚟跳嘅時候，你攏
非常的愿意。上班俺的嗰种人40倍妈妈嘛，一班俺的唔单止哦，差不多有60倍妈妈来叫下唱生意呢大概100个，各种的学生的总快加上来有245个人。你想看那个场面有一台的，嘿呦，真是猛错。光个个道具的准备呢，3副是呢，俺哋唔惊麻烦咯，俺哋都真是花钱、花时间、花人力，他赶紧穷下来，希望同俺哋59届到运动会办得quite好，安尼。因为其实你看，你这个要看上的人安多时间。你看，每的妈妈落下就是有老公生日的哦，好，每的生日呢上面是有爸爸妈妈哦，你都时间要等你出去表演的时候，而且家属全部讲一个。好，有些同事讲，因为弟讲，哎呦，我孙呢今日我哋对运动会跳舞，我孙有哦，嗰种阿婆嗰种参与感啊，好，你弟讲，也没想讲说这个判得法通诶，你现在等真是联络状。他讲人的事情，我顺的买一跳诶，我心就嘛不要买一跳舞诶，好，不是都变成讲，唔係講嘢都公家判得法通啊，等於聊如何，冇都經驗都算了冇講嘅事情，等於你講，其實你講啦，看晒到安東人的世界，如果本古嘅狀態都真係同行來，還有啲運動之夜。运动選手之夜，我等第是連絡是出嚟幾多年兒咯嚇，這都年兒有出現冇？有哦，我哋選手之夜選手之夜是為了感謝的選手啦個我哋每擺6隊運動會會去邀請發動天氣嘅合作嘅鄉親咧，嚟共下嚟參與冇錯，佢創業喎。為了招待人呀，仲唔會揾人講對安樣嘅地方來，冇請人士去傳賣所以我哋有一個選手之夜，選手之夜我哋至少100組個個我哋會邀請我哋客家嘅用嚟講客家我哋聯絡他跟人哋啦，我哋聯絡出嚟嗰度嘅有名嘅藝人嘛錯噶，我哋會請我哋聯絡出身的藝人來參加，包括我哋開閉幕的那個主持人都已經確定了，開幕閉幕都是我們聯絡出身的，現在算是台面上很有名的主持人來主持我。等下啦，我哋嗰種講法全部保留的嗰種嘢啦，全部都保留。你意思就講，他跟你當天才會知道結果就對了。其實我更加講也可以啦。像我哋開閉幕典禮是由吳奕龍來主持。你也知道吳奕龍是我們聯絡出身的雙金主持人，對，非常有名嘛對。他搭配我們聯絡另外一位有參加那個農業大擂台的洪世軍，兩位搭配，兩位來搭配來主持我哋開閉幕典禮。我哋選手之夜呢，係乜人呢？彭佳妮彭佳慧的老妹當我哋主持人。當然有邀請到彭佳慧來擔任我哋貴賓用嘅。個還有其他客座嘅譬如講羅文玉啦。譬如講朱海軍啊，佢當中佢攏係客家子弟嘛，我哋要邀請伊嚟，我哋嘅選手之夜叫下來表演。等於如果我要追星的話，我冇來參加呢。好啊，歡迎。真是，那問題選手之夜嘛，也可以參加。攏可以啊。選手之夜攏可以，攏記啦。我貼喺邀請主持人來參加。因為頭先已經有講，其實你上一擺睇辦判運動會嘅時間，最慢的時間，能有一堆去接下來，我哋算是6隊運動會嘅嗰種對起，同時還有升貨。交接儀式啦，如上一屆主辦要交辦下一屆嘅，像我哋今年我哋主辦錯嘛，下一屆我哋要交辦離譜嘅，對，冇錯，相同嘅。其實每一擺佢最重要嘅6隊運動會裡係升貨，從今年嘅話很容易錯。我哋嘅生活引燃典禮結束嘅喺昨天結束以後，我哋會先到嘅萬丹嘅萬全市唐講嘅萬全市喺以前6隊嘅起義嘅時候，係對嘅開始起義嘅，所以我哋會緬懷以前先賢嘅嗰種嘅精神所以我哋係喺生活會對萬全市，然後再到嘅尼泊嘅天後宮係嚟讓去按照我哋排嘅行程去繞巡我哋6隊嘅什麼鄉去。最明顯嘅時間咧，如果係幾日我哋聯絡喺我哋창원宮廟住建議咧都。先撈人哋聯絡嘅貴重嘅，撈係咧，如到嘅聯絡嗰種係住家係。其實按你看放落下路線啦，真是我講
佢有历史感嘛，好，因为从头到尾的课程一开始来讲，也係已经因为我哋当初六队嘅选民，哈，当然都为到爱，嗰時有我哋促權地步重拖嘅時間，為到愛保障，好保護我哋自家嘅狀態地步。嗰時我有一個六隊嘅一個形式，嗰時嗰種顛覆嘅地方都聽我哋綜藝聽，好，都等於我哋六隊嘅精神嘅一個暴露嘅地方開始，然後去到喺我哋第一擺主義歸時間時，我哋事實嘅我哋慢慢嘅完全是。然後行到我哋，其實我哋算是六隊嘅政經中心，我哋女僕係田後宮，好以後再行我哋呢六隊嘅生命響起，最尾歸到今年嘅一個主辦地聯絡老聯絡中。但係如把下邊我哋當初六隊選民嘅精神程度，下邊我哋嘅生活，好來到我哋生命響起六隊嘅地方，然後歸到今年咧。第59屆六隊運動會嘅聯絡嘅主辦嘅地方，嗰時今年開始接到以後，鄉公所作用嘅一種統研同規劃啊。哦，我哋鄉公所，我哋對應該講去年嘅吧，去年嘅慢慢盤下嚟，我哋都開始個建裝嘅哦，都開始規劃一條嚇，因為要送計劃去會去申請嘅經費，啊，所以我要寫計劃。寫計劃以後，又話召開一個籌備會一條嗬，因為愛嗰度籌備委員啊，愛依推呢簡報一條嗬，個我哋鄉都嘅地方呢，我哋都開始愛請一條社區爸爸媽媽來表演，個愛去邀請，個愛組成我哋大會技術委員會，愛邀請嘅，今年我哋有請到嘅曾耀群教授，屏東大學伊來當我哋技術委員會嘅召集人呐。因為都組成召集委員會，然後我們就嘅競賽嘅部分，我哋都更加已經開5擺嘅會議嘅，嚇更加我哋已經完成講我哋部門結束嘅，嚇部門結束嘅以後，都開始更加都我哋各項嘅準備工作包括開閉幕一條，我哋都按照嘅要就備出去嘅，都按照我哋計劃一項來進行，更加進行都差唔多都我哋一條宣傳啦，一條都開始嘅，係咪？今日聽我哋嘅節目最尾啦，嚇，嗰種我來參加一擺第59屆六隊運動會嘅人，課上有乜嘅叮嚀嘅地方？大家來，我哋非常歡迎大家來聯絡了，來聯絡了，因為我哋聯絡個無停車嘅地方啦，希望大家呢可以盡量啦，可以組團嘅方式搭那個大眾咩，如果你他揀以組團嘅方式來參加嗬，對人哋嘅交通嘅停車嘅負擔會細一些。人哋聯絡嗬，人哋全種嘅人嗬，讓非常歡迎人哋六隊嘅各地區個，甚至全國嘅觀眾朋友嗬，來共下人哋來聯絡了。所以人哋一定會016隊精彩再現。觀眾朋友，看下今日節目，今年嘅3月9號、10號，嗰種有時間嘅話，一定要來聯絡參加第59屆嘅六隊運動會。今日感謝我哋嘅課上，我哋現場嘅分享按精彩嘅故事。好，感謝主持人哈，也感謝各位觀眾朋友哈。那希望大家來聯絡了。休息一下喎，都停下啲先生來傾下運動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